长不应该发言两句吗？马老师发言。马老师，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节目，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啊！谢谢各位，现在开始。这里面很多水果，有那种。对啊，那一颗一颗的。果仁、吸管喝，还有冰沙。对啊，这本书好吗？有没有？各位酒会上的。曾同你相信，更加深分給你為同時做失戀者也好，我願意多種選擇。你的開心，我會故作開心。至少心聲比較接近，只怪自己口不對心，更怕你開始過敏。無情人做對孤錯，暫時渡過坎坷，苦海中不知獨處，至少互相依賴過。行人路裏穿梭，在旁為你哼歌，你永遠並非一個。無人時別理親疏，二人暫借星空，這分鐘仿似半兩並非孤獨過，若平復你風波，我無知當初你痛了先需要我。開始有了。吃饭了，朋友們，去。我會盡快抽身，維持在一公尺遠。當晚自己哼一句歌，亦係我自己秘密。過孤楚，誰知這一世令你幸福，或者不是我。自言自語都可，自憐自愛都可，被笑了不需要我。